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目前到回疫苗拢真充足，虽然有部分的疫苗得要到期了，也毋过市长罗秀燕讲，相信中央提供的疫苗拢是安全有效的，请市民放心，应该珍惜着资源，加速度来注射。讲这个台中市政府伫咧拜一到拜五拢加开着注射站，另外市民嘛通啊到医疗院所来预约注射。台中市第一剂新冠疫苗注射率强要超过8成，第二剂嘛达到3成。不过最近中央买一批在月30就要到期的 AZ 疫苗引起争议。市长罗秀燕嘛讲，相信中央的疫苗拢是安全有效，请市民放心，应该珍惜资源，赶紧注射。到货的这个疫苗当中，有的是即期品哈，那它有这个注射的时间，但是本市的态度是。只要疫苗是安全有效。罗市长讲，目前台中市的疫苗有够，除了第12、13轮主文注射以外，市府拜一到拜五拢有加开快打站，只要符合资格摕黄卡和健保卡，就会使到快打站随到随注。市民嘛会使直接和医疗院所主文直接注射。那我们台中市的态度就是来多少，我们尽量打多少。市府卫生所说明，市府会继续透过病院、诊所、卫生所和快打站等等，提供民众简单快速的注射服务，尽全力来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，让市民会使赶紧提升保护力。